来继续来看彰化县议会12月初3三读通过彰化县明年度的总预算，本地听读违建的预算是编1132万8千块，煞风抬调1000万，剩132万8千块。这是由环保团体真不满哦，讲这根本就是变相在鼓励不肖的业者继续来起这个违章的工程。环保团体嘛批评县长王惠美，记在这个议会来创造一个违章建筑的王国。违章之母奖得奖的是彰化县王惠美县长。环保团体对彰化县长王惠美的小规约卡颁发违章之母的旗仔，予伊考税彰化县议会这个月3号提明年拆违建的预算，本来编1132万8千，结果提1000万，刚剩132万8千。环团这期这是伫咧鼓励业者继续起违规的工程。看到这违建的预算，是良心在哪里？我们食安安全吗？环团提出数据，讲彰化是全台湾违章工程面积上大的县市。违章工厂面积来说，彰化县也是第一名。彰化县的面积在2017年的时候的农委会的盘查就已经是2348公顷。环团嘛进一步来比彰化、台中、高雄和台南违章工程和污染的情形，发现数据，那彰化拆违建的预算是上少的，刚好132万外，和对违章工程断水断电执行的比例，镜头拢算得出来。重要影响公共安全的部分，我们会再追加预算。彰化县建设处讲，这几年拆违建的预算拢刚有100多万，不是每年预算特别少，像108年预算132万，拆29件；109年预算嘛是132万，拆18件。强调因的随拆掉有危害的工程，才过来追加预算。